第4集，流浪的天主，若望第14章2到11節，路加福音第2章6至7， 2章16節。第一，聖經中嘅3幕劇。第一幕，流浪嘅嬰孩耶穌，路加第2章6至7節。羅馬皇帝頒布咗戶口登記嘅命令，於是眾人各去本城登記。若瑟因為係達味家族嘅人，亦都從納匝肋城上猶大名叫白冷嘅城去。若瑟帶住已經懷孕嘅聘妻瑪利亞去登記。路加話，在那裏的時候，他分娩的日期滿了，便生了他的頭胎男兒，用襁褓裹起，放在馬槽裏，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。耶穌嬰孩喺母胎中已經開始流浪，到咗客棧，因被拒而繼續流浪。客棧嘅空間比馬槽大，但係卻容不下天主子。佢喺客棧沒有住處。相反，讓我哋睇一睇馬槽，佢成為咗耶穌嘅第一個住處。馬槽嘅空間雖然係比客棧細，然而佢不但可以容納咗聖家3口，而且可以開放俾牧童們以及東方3賢士。馬槽同客棧相比，當然客棧嘅環境肯定比馬槽舒適得多。耶穌嘅一出生就以最貧窮嘅地方為自己嘅住處，但係呢個住處亦都唔長久，佢哋仲係要離開，返到納匝肋嘅家。呢個係一個木匠嘅家，因為佢係木匠若瑟嘅兒子，佢亦都係木匠。聖經雖然冇明確咁記載耶穌童年嘅住處環境，但係可以想象，那一定係一個簡樸嘅木匠之家。第2幕，人子沒有枕首的地方，路加第9章58節。耶穌長大咗，又開始佢嘅流浪生活，到處宣講天國嘅喜訊，同埋招收門徒。喺佢嘅訓諭中，佢曾經講：狐狸有穴，天上嘅飛鳥有巢，但係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。耶穌係居無定所，喺人生嘅旅途上，並沒有佢嘅住處。跟隨耶穌嘅門徒亦都冇自己固定嘅住處。耶穌訓誨佢嘅門徒話：你哋不論進了哪一城或哪一村，查問其中誰是當得起的，就住在那裏，直到你們離去。你們進哪一家時，要向他請安。若這一家是堪當的，你們的平安就必降臨到這一家。耶穌嘅門徒們亦都係流浪嘅。耶穌吩咐佢哋喺宣講天國嘅路上，唔好喺腰帶裏邊備下金銀銅錢，路上唔好帶口袋，因為工人自當有佢嘅食物。按照思高聖經嘅注釋，耶穌教訓門徒們
傳福音不應倚仗金錢財物，而應倚仗福音本身嘅德能。為天主工作嘅人，天主自會照料佢。第三幕，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。若望福音第14章第2節，耶穌真正嘅家同埋住處唔喺呢個世界上，一個一生被拒、被逐同埋流浪嘅天主，要為我哋呢啲喺世界上喺旅途上真正係過客嘅人們，喺天父嘅家裏邊預備地方。佢話喺我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，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。又說，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，為的是我在那裏，你們也在那裏。若望第14章2至3節。耶穌嘅家到底喺邊度呢？若望第14章第10至11節俾咗我哋最後嘅答案。佢話：你唔信我在父內，父在我內嗎？父在我內，我也在父內。為耶穌而言，住在他內嘅父就係佢嘅家，係佢永恆嘅住處。耶穌來係為要將我哋領到父嗰度去，讓我哋同佢一同住在父內。佢講過，喺我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。第二，反省聖經當中流浪嘅天主子耶穌基督，唔係話俾我哋聽喺世界上唔要家，唔要住處，而係要話俾我哋聽，住處同家唔同。有住處嘅唔一定有家。耶穌在世嘅時候，佢的確冇住處，甚至冇枕首嘅地方，但係佢有家。形成家嘅主要因素係關係。喺一個家裏邊，彼此嘅關係就如同耶穌所講嘅：你在我內，我在你內，彼此休戚相關。如果只有住處，而冇彼此心連心嘅關係，呢個唔係真正嘅家。所以喺世上，住處唔等同係家。其實耶穌喺母胎就有咗家，佢同聖母瑪利亞同埋若瑟已經係組成咗一個聖家。佢哋嘅關係永遠係相親相愛，互相包容同諒解，共赴艱辛嘅日子。無論住處係大係小，只要係你在我內，我在你內嘅關係存在，家永遠係家。耶穌話俾我哋聽，我哋還有一個永恆嘅家。呢個家同住處係合而為一嘅，就係天父嘅家。喺父嘅家裏邊，我哋唔單止有無限嘅住處，而且永遠彼此肢體相連。聖三嘅愛同我哋同在，係一個真正幸福嘅家。呢個亦都係我哋盼望要起來一起回歸嘅父家。